嗨，大家好，我是 Gino。圣诞节快到了，相信最近应该很多朋友都在想着圣诞节交换礼物要送些什么吧。而且在圣诞节过后，马上就要迎接2021年的 Happy New Year 了。我觉得每次在想要送什么礼物的时候，就特别的花脑筋。加上今年不能出国，之前还能够趁出国的时候，在免税店购买一些礼物回来送给亲朋好友们。但是不用担心 ，Gino 今天就要跟大家分享一个好康消息。彩萌免税店现在正如火如荼的办理免税商品特卖会，让你不用买机票也可以购买到免税商品，而且现场的商品都是免税价在折扣哦，超级好康。今天呢，就跟着我的脚步一起来看看这些特卖会的地点在哪里吧，走喽！OK， 我们到了，其实地点蛮好找的，位置就在中山捷运站附近，刚才带大家走过的金华酒店，还有 LV 以及夏姿的旁边，而且在门口也有彩萌免税品牌展售会的一些文宣，所以其实蛮醒目、蛮好找的。但由于现场不能够拍照录影，所以我们带大家简单的从橱窗外面看进去吧。刚才我也有进到里头去走了一圈，里面的商品真的是非常的琳琅满目哎，有酒类、巧克力，还有香水、保养品等等。而且啊，这个展售店它不只有1楼哦，2楼还有更多的国际知名的精品品牌。地点就在热闹的中山站附近，每天的营业时间是早上11点到晚上9点，也非常方便大家在下班之后可以过来逛逛街买东西哦。第二个特卖会的地点呢，就在桃园机场第2航厦的5楼南边观景台。这里不需要买机票，大家平常休假的时候就可以搭乘机场捷运来第2航厦这边走走、吃吃东西、看看飞机。而它的位置也非常好找，就像刚才带大家走过的，只要搭乘手扶梯一上楼就可以看得到了。这里虽然不像中山展售店一样那么大，但是麻雀虽小，五脏俱全。里头除了3C 玩具，还有酒类、巧克力等等，以及现场还有一些面膜、保养品，种类也是相当的多元哦。第3个特卖会的地点呢，一样是在桃园机场第2航厦里头，它的位置就在2楼的伴手礼大街。如果不晓得地点在哪里的话，不用担心。如果你是搭乘机场捷运来到机场2航厦，只要一出站的时候搭乘电梯或手扶梯到2楼就可以找得到喽。最后一个特卖会地点要带大家来到的就是桃园春日路上的 JC Park 时尚广场。这里的商品种类多样性，我觉得跟中山展售店的比较相近。现场的商品也全部都是免税价在做折扣，除了有一些香水、彩妆、保养品以外，还有一些精品品牌以及大厂牌的无线蓝牙耳机和3C 产品。这里的营业时间呢是在每天早上11点到晚上10点。如果大家休假有空，也可以来桃园市区 JC Park 彩萌免税店的品牌特卖会来走走逛逛哦。彩萌免税店 App 全新上线，现在马上下载就送你250点，推荐给朋友，你跟朋友同时再获得50点，
只要到刚才前面4个分享的特卖会地点，或者是报名彩盟彩线团，来到机场参加一日游活动，购买商品就可以累积点数，点数600点折抵100元，现在就赶快下载吧。